窮人唔好生小朋友。呢一句說話一講出口咧，通常變成兩派戰場嘅，一邊咧就話你涼薄歧視，另一邊就話你現實講真話。而我嘅立場咧就係思想貧困嘅父母最好咧唔好生啦。同時我亦都想觀眾感受到一個現實，就係思想貧困嘅父母往往咧都係同經濟貧困係有高度嘅重疊嘅。咁但係當然唔係絕對啦。嚟緊我會用幾條線去層層推進，講下我自己嘅諗法。你聽完未必要認同嘅，但係你至少明白我講緊啲乜嘢，亦都會明白點解我話思想貧困係比起咧冇錢更加致命。第一，我定義嘅思想貧困咧係用恐懼作為一個人生操作嘅系統。呢類父母咧最大嘅特徵唔係懶惰，甚至好多都好勤力添。佢哋最大嘅特徵係怕錯、怕輸、怕變、怕俾人笑，於是佢哋會將穩陣咧升級為真理，將聽話就包裝成美德，將咧唔好諗咁多當成係人生智慧。你會成日都聽到呢啲說話㗎，夢想唔實際，轉行咧好危險，創業係一種賭博嚟嘅，讀書就唔好讀啲冇用嘅。問題係呢一啲咧唔係中立嘅建議，而係一套封閉嘅系統，佢會將小朋友咧所有嘅可能性預先就標籤為風險，將所有咧人生嘅探索預先咧當係作死。你可以想象到一個人由細到大喺呢一種語境入邊生活，佢哋學到嘅唔係話世界有幾大，而係世界好危險，唔係人生可以去嘗試可以去體驗，而係人生唔可以出錯。呢一種教法最可怕嘅位咧係佢會慢慢教出一個內在好窄嘅人，佢遇到新嘅嘢第一個反應咧唔係好奇，而係會好驚。佢做決定嗰陣，亦都唔係去諗自己想唔想要，而係問會唔會出事。所以當思想貧困嘅父母用恐懼作為咧去教育子女嘅指標，呢一種小朋友咧好多時都會缺乏一種好關鍵嘅能力，就係自主感啦。即係話佢哋唔相信自己有能力去面對世界，只係相信跟規矩先安全。咁而喺今日嘅社會，你冇自主感，其實就係等於你冇抗風險嘅能力。你可能係好勤力啊，勞勞碌碌，但係你唔敢去轉，你唔敢去試。你可能會好聽話，唔會駁嘴啊。咁但係你永遠都只係等人安排，最後你就好容易成為一個好有用嘅工具人咯，而唔係一個真正自由有選擇能力嘅人。所以咧，我先會咁強硬話，思想貧困嘅父母咧，最好就唔好生啦。因為你唔單止俾唔到資源個小朋友，你仲會用恐懼式嘅教育，將仔女嘅膽量啦、佢嘅視野同埋自我感咧，係慢慢磨平晒。仔女咧唔係輸喺啲咩起跑線嗰度啊，佢係輸喺你嘅教育系統上面啊。嗱，如果你覺得怕輸、怕危險、怕風險都係人之常情啫，咁我就想帶你去第二層啦，社會結構方面。呢好快插個廣告啦，呢個 channel 咧就會圍繞住人性同埋各種心理機制咧去探討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都可以訂閱支持啦。第二層咧就係社會結構，歷史反覆證明一點，底層咧係最容易被困住嘅，唔係因為你唔勤力，而係因為你冇容錯空間。由封建社會嘅農民到工業年代嘅童工，去到今日低薪外判同埋平台經濟，結構都好一致嘅，資源同規則係向上集中。底層就係提供勞動，上層咧去獲利同埋制定門檻。呢度俾個數據大家睇下啦。2021年入讀英國醫學院嘅學生咧，大約有3%啊係嚟自較高嘅社經背景嘅家庭，而嚟自最低社經背景嘅只係得5%嘅啫。再淺白啲咁講咧，就係100個醫生入邊有75個咧係嚟自有錢人嘅家庭，有5個係嚟自最貧困嘅家庭。呢種上流嘅職業啦，例如做醫生唔係你努力就得嘅，你仲要同一堆隱形嘅成本打仗，補習嘅資源、面試嘅訓練、校網、實習、人脈，全部都係門檻嚟嘅。你仲要捱得起長時間嘅投放，但係未必有即時嘅回報。當你屋企本身都已經冇容錯空間啦，你就好難用幾年嘅時間去搏一個不確定嘅機會。但係上層社會可以跌一次改一次，然後再試多一次，因為佢哋輸得起嘅。所以咧，所謂嘅向上流唔係一句努力就得嘅，努力喺呢個社會係好廉價嘅事嚟嘅啫。你要翻身，你要向上流，通常咧係要承擔好大嘅不確定性。你要有時間學新嘅技能啦，你要有資金去捱過一個空窗期，你要人物拎到個入口。思想貧困嘅父母通常都係欠缺呢啲資源嘅，而更離譜嘅就係佢哋會將冇容錯空間變成咧唔准你試錯。
你轉跑道啦，學新嘢，你想做生意嘅，你想搬去一啲新嘅圈子，通通都被視為不務正業。呢類父母咧，最中意用穩陣去封鎖所有高不確定性，但係可能會帶嚟高回報嘅路，然後將你推入一個最安全亦都最難翻山嘅位置，將你打造成社會機器入邊最聽話、最耐磨，亦都最可以被替代嘅一粒螺絲㗎咋。嗱，講完社會結構之後咧，我哋去到第3點啦，再加多一層更加現實嘅，就算你有錢，你都未必合格。因為問題根本唔係窮定係富有啊，而係你嘅教育能力。我認為咧，有錢但係你唔識教，一樣都唔好生啦。因為資源咧係會放大缺席同埋盲點。我唔會將成件事簡化為窮人冇生，有錢人先可以生咁簡單。富裕家庭一樣都可以教壞下一代，甚至佢哋嘅傷害係更加難被察覺到啊。因為有錢人最容易犯嘅錯係乜嘢？係資源用錯位啊！佢哋會用錢去代替個關係，用安排咧去代替教育。當父母咧忙於去傾生意啊、湊老闆，咁未要用補習班啊、興趣班、旅行去填滿仔女嘅時間表咯。所以呢啲嘅小朋友咧，表面係好精彩嘅佢哋嘅人生，咁但係內心未必可以被理解到。又或者父母用資源將條路鋪到咧密不透風，將個仔女變成一個投資項目咁樣啊！你唔可以輸，你唔可以令家族失望。結果咧就會出現一個好典型嘅問題，就係高功能焦慮。外在成就可能好高，但佢內在嘅承受力咧係好低嘅。所以我就話有錢，但係你唔識教咧，資源係會放大個盲點。你可以買到最好嘅課程，俾到最好嘅學校，但你買唔到關係同埋引導。你俾咗成個舞台同埋聚光燈個小朋友，但係你冇教佢點樣同自己相處。最後你養出嚟嘅唔一定係一個自由而踏實嘅人，而係一個長期俾成就推住跑、內心咧長期缺氧嘅人。呢種父母之所以唔適合生，其實原因同思想貧困嘅父母一樣嘅啫。你並冇一個帶路嘅能力，你只係用自己擅長嘅工具啦、錢、資源、安排去掩蓋咧你唔擅長嘅地方，包括陪伴啦、情緒嘅教育啦。所以咧，有錢但係唔識教、唔願意教嘅父母咧，一樣都唔應該生。有一句說話咧好出名嘅，如果小朋友出世只係為咗繼承你嘅勞碌、恐慌同埋貧窮，咁你唔生咧，其實都係一種善良嚟嘅。對於思想貧困嘅父母，佢哋嘅人生操作系統咧，往往都係零容錯、怕出事，咁你就好容易教出一個長期後遺症嘅人。佢唔敢試、唔敢錯，最緊要穩陣。慢慢咧，佢咪冇咗自主感咯，冇抗壓嘅能力，亦都冇自我嘅價值。表面咧好勤力、好聽話，實際上係一個唔敢去選擇，好容易俾制度用到盡嘅工具人嚟嘅啫。咁同時有錢唔等於你合格啦，有錢但係你唔識教，用錢去代替關係，用安排代替成長，一樣咧都可以養出一個外表光鮮但內在係空心嘅、抗壓低、冇方向嘅下一代。所以生之前唔係問你養唔養得起啊，而係問你識唔識得去帶路啊。如果你未有能力提供穩定、引導同埋健康嘅風險觀，準備足夠嘅 condom，反而係對下一代咧最負責任嘅善良嚟嘅。